呢？我们要过去。废什么话？到那边交钱，交钱。军爷，我们过路要交什么钱啊？要想过关，先交税钱。税钱？怎么不走了？主子，这军爷说了，他要收您的过路钱啊。哎呀，过路钱，你们天天在这收吗？这位军爷，你这收的什么钱？关口要道，过往商旅一律上交税钱2吊。可我们不是商人，为什么还要交税费？不管你是做什么的，只要从我这路口过，就得交钱。这大清立国30余年，怎么没有听过这样的规矩？少给我啰嗦！哎，干嘛？干嘛？哼，看你像个贵公子模样，2吊钱拿不出来，不想出钱就别从我这过。好，这钱我出，不过你得告诉我，是谁让你们在这收钱的？这是我们知县大人的命令，你还想怎么着？龙小爹，这一个小小的知县就敢巧立名目胡乱收费，再大点的官可了得呀！哎，回去告诉你们大人，就说他头上那顶乌纱帽很快就要保不住了，知道吗？我们知县大人，朝廷里有人，就你们算哪根葱啊？我们算。行了，咱先别说了，别耽误了主子的正事啊！哎，把钱拿过来。这次出去，看来真是出对了。哎，进城交税。军爷，你们这儿进城还交钱啊？交啊，每车5钱。每车收5钱？又怎么了？主子，这位军爷说了，进城的车辆收税，每车5钱银子。车辆进城也要交税啊？你们还有没有王法？王法？知州大人就是这儿的王法，这命令可是知州大人亲自下的。来吧，给钱！走。哎，你们呀，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王法。朕自入山西以来，一路所见，民多疾苦，而各地方官各自为政。朕一日行100余里，竟连遇3处关口，巧立名目收取税费。过往商旅都被迫缴纳所谓道路修补款项，贪污之风可见一斑。面及民生之苦，朕实不能寐。老大，都记下来了吗？放心吧，全记下来了。老大，你觉得我能算是一个好皇帝吗？你啊，马马虎虎吧。